係啊，各位聽眾歡迎來收聽我邊啲學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是咪講講？這個禮拜咧，我人咪講啊，今日8月嘛，8月是5月節嘛，今日是啊，唔是中秋，根本講唔對，端午 ，Happy 端午。Happy 端午啊，各位聽眾。แล้ว這個禮拜咧，我咪超講巴掌嘅數嘛，其實兩隻巴掌我咪隻個巴條直個背。咱今日特別嘉賓咧是白露露，要來超我聽小巴掌來超。小巴掌呀，小巴掌，我的小巴掌。唱。我等陣我找我 CD， 我有這條歌。OK， 嗱，即係學白露露去吹 CD， 你吹冇掉是斷去啊。我吹掉啦，是都較酷啊嚇。吹掉是都斷去啊。แล้ว當今即係我哋白露露是我嘅邊啊，แล้ว我個即係龐大海一個名即係大家特別是嘅就是龐大海，龐大海頂到咪嚟參過我講過啊，所以當今我咪會頂到講咩啊龐大海？幾個數？哦，幾個數對。幾個數？哦，你是唔是講你跳嘅人嘅手嘟嘅，是唔是？啊，唔是，係你近網嘅個數嘅。哦，對，近網個數。龐大海啊，等陣你是我嘅邊，整得幾個數 ？OK， แล้ว個是日本佬，因為是我嘅邊咯，即係禮拜加加陣布地嗰啲哦。我聽到了。聽到呢，你唔講，你唔係講哦。就把等來講咯。OK， 就把陣 ，OK。嘿，阿 John， 喂，我有小巴掌嘅歌來放。等陣啊，放首歌先啊。OK， 龐大海就冚你買啊。OK。小巴掌啊，小巴掌，背影小巴掌。祖比。係咪 chorus？ 即係一句歌啦，一句唱嘅啫。啊，到你真嘅歌嘅嘛？到你沙丁嘛？到你沙丁唱嘛？小歌。小巴掌。好啊，小巴掌。嚟，琴日，白露露。搞啊！搞嘅了，白露露。喂，好。白露露好。咁我搞嘅咁啊！你別濕啦，如果就等你過嚟。我 OK hang up 一次走。我就琴咩嘢？小頓。等陣咱先學啦即係龐大海講成嘅你，龐大海我講係邊會亂 ？OK， 龐大海嚟你講就係咩事？你特別別講你巴掌個數，係咪咁講？我係巴掌嘅個數。我係巴掌嘅個數嗬，因為細漢嘅時啊，十幾歲呢，唔知 Form 2嘅 Form 3嘅時啊，然後我媽就坐我去人哋巴掌嘅比賽嗰陣。比賽啊！去比賽，我嘛坐去比賽，但我甲我嘛冇比賽，就是攞嚟participant啊，我甲我嘛啦，但有其他人去嘅啦。去了比賽了後，我驚攞嚟獎，我嘛冇驚到。哇！你搞白嘅啊，你？冇，迄時未曉白過，是打錯嘅獎去比賽啊，係迄個獎是我嘛白嘅。哦，哇！係了，伊有。伊個後面係你咪最佳精神獎嘅嘛？咧係你讀書溫嘅啲少年嘛？係時話你唔知13歲14歲肯呀？你唔是特別去自己白嘅咩？安怎伊使是啦，伊有比賽看你自己白塊嘅無嘛？等有 testing 你白獎講好食無食本嘅嘛？咧係你
比賽800張學最快，我是特別是輸嘅啦，因為人家咧1分鐘入邊100唔知幾十粒嘅，我1分鐘咪600跟我3粒出來嘅。你特別你喺隻比賽嘅時，你馬頭白啊你啦。啊，我嘛8號啊啦，反正我嘛我是有去比賽，特別冇彈哦。哇！然後講者，你包安裝係8張嘅是8。往厝嘅是往叫蒜頭醬，8張有 secret recipe 嘅嚇。哦，別使講個了出來啦。往是係蒜頭咧，伊正香嘅咧，比如說係蒜頭，伊拍開來是啊正香嘅蒜頭味。你是講煮比味啊？煮比有炒過哦，係料炒過哦。特別你講蒜頭是到底伊個白南邊咧幾粒嘅蒜頭啊？往時係你蒜頭我都拍開邊嘅咁啊，嘅去煎開香啊，我咧是係幾粒啲你醬入邊，你係是係你絲白嘅料，係並冇有蒜頭啊，可能，所以幾粒醬真係香蒜頭。哦，你咪是用真正隻蒜頭，就是講特粒醬有淡薄。哦，是哦，一粒冇啦，一粒醬係啊個，係你一片嚇呢蒜頭嚇呢嘛。你是一片，你是嘅，你唔是幾頭啦，唔是幾粒咧，直接咧是一紮安尼壓出來啦嚇。你拍開邊嘛？你成日咧特別係剁蒜頭，以前你唔是拍蒜頭拍開邊成啊？就拍開邊啊，就咪剁咯，入去煎開伊成金色，嚇呢都係落醬味。所以你成日包咗裏面成個一種誒，成個料呢，嚇呢，是個辣子個蒜頭一紮呢，嚇呢。哈。你醬煮邊個佢是鵝是白？鵝。嗱邊呢佢就隻鵝啊？鵝個隻哦。好料，我死我腰連白。哎呦，我嘛真夠煮夠白醬嘅，因為就是古早我媽用加落來嘅，連伊學掉啊，嗬，其他人冇學掉嘛，咧所以我特別人去清明啊，嗰時做嗰個隻白醬啊。我買醬就成料嘅，其他人擺醬冇人食嘅。哦，我未攞裏面啊，係咪料嘅講話？係杜巴、冬菇、辣子、蝦米，然後個咩阿女要咁阿女。叫阿女要。阿女剪啊。阿女剪。哦，แล้ว你杜巴係300巴是係加巴？係300巴。哇！我未當了，哎呦，我未當了，哎呦，我但我背擺嚇。哇！我未當啊，但我只個隻豬成當叫我不多就冇胃酸啊，個隻啊，個上邊淋湯當嘅。แล้ว我ช่วยบ้านจัง冬菇啊，แต่ไปลูกที่เจ้าก็เขาเลยบ้านจัง冬菇哦，以為淡淡可能哦。比方全部你食起你加了冬菇，一個夾唔出來。哦喲，好了好了。有 special 煮過嘅。你所以冬菇骨骨嘅食起來佢加得 Q Q 嘅，哇好了。哎呦，我未當，誒我講聽啦，即係定住我對面那個時你冇拄到啊？我冇去。我梗係未當啊！那時講你拄到我，特地叫你帶我對嘛，叫你媽煮我食。會使，白刀啊！人學喜嘅。喲，你冇聽啊？我嘛有咧，特別 recording 有會聽。哦哈，安迪，白刀我對起時你做巴掌啊！我知啊哈，你咪個搞煮啊未？哎呦，唔知啊，攞清空教你。我煮到卡錯咗。哎呦，你問我你衰，哎呦，我講聽啊，白隻對起時特別叫隨隻胖大海嘛啊！因為我當要 holiday 嘛，แล้ว對厝嘛，แล้ว我就咪บอกลูก講哇，真久冇食杜卡水啊！一見你就去買菜買杜卡水嚟煮我食啊，你看幾好呢啊！你係學菜啊？哇！我那時講啦，我白隻我對邊呢時啊，唔知幾時啊，攞清空教你嘅時候，你特別特別叫你媽煮我食一餐。姑個話咗。係啦，不要緊啊！你嘅練幾招啫？我嘛冇用，我未煮啊。哦，係，西門你生你煮未使？誒，你 better 會記起來啦，學起來你講你巴掌嘅功夫啊。我當然學曉，當然會曉，是古早未曉，是迄陣時然後笑未曉，阮打錯去甲人比賽。講只提供啊。講只提供。對。
哇，厲害，你只搞豬啦。呢是迄個 the chair，迄個捕捉嘅記者啊，過來訪問我個，哇，你那少年會曉白掌啊，安尼厲害，你叫啥物名啲咪訪問啊？你咪出過捕捉咯？嚇，出過啊，特別真濟年前啊。哦 ，the chair。所以我當然個真係少年個，特別本是真貴種嘅數啊。厲害，所以不只往對嘅事啊，都被煮我食，煮巴掌我食。是啊，特別往去清明啊，嗰時5月節啊嘛，有睇到包巴掌嘅嘛。嗰陣時候我係cousin樣真搞嘅，啊，做咩？多一個是安迪包嘅巴掌，這個隔了去夾迄個巴掌食，其他我一樣包嘅，隔了不能食。無後面。誒，我問你食你巴掌是攏是干那？你巴掌阿個都大粒，是中呢還是細粒還是大粒？普通嘅巴掌中漢呢？中啦。咱後時若是講搞數尾白甲春數尾嘅時啊，春天濟料嘅時啊，數尾迄一粒是搞啦。我愛啲大粒嘅。我大擺嘛是冇掉佢哋數尾一粒嘅。對。做咩事咧？我係白要姐姐。呢陣時我咪講無做，伊講無做米啊，你聊過春節節，你咪係做米，但無聊一地100多多聊起啊。對，我們得是假咧。OK， 當然客啊，巴掌好聊咯，有保護下面個咯。呀，頂到舊年時，咱咪是假咧雲炭講咯，舊年時攞嚟叫。會記。舊年是咱個雲炭講嘛。好聊。然後 OK，你使感謝，我俾夾別人講時，感謝啊！哇，厲害！我聽到不多嘅樣呢，即係當然即係每一個日本佬意思，日本佬一律巴掌係咪？你個叫做巴掌哦？跟我講試試哦。冇啦，有剪就不要做啦。你個叫剪呢？係啦，我俾講我人細漢嘅點先時嗬，我人兄弟啊濟嘛，未堪買嗰啲貴嘅巴掌啊，所以我人出嚟兄弟啊嗬，我爸跟他買5粒好料巴掌，你村嘅嗰啲是半支巴掌，你看你咋？你好料嘅巴掌嘛是有啲個阿咪辣子加啲個內錢嘅對。我爸甲伊夾了咋，伊講因哋兄弟啊一通可搬嘛，未搬七人嘛，是毋是？咁了愛食伊錢甲伊辣子啊，我爸做安尼款呀，咁了一人撳一喙，伊屙出來了，我撳了配出來，互佢隔壁一人，一人撳一喙，撳了時，咁了來玩大力爽，贏嘅人呢就坐到邊去食，安尼款做佢就，即刻了就嚇。แล้วสู้ไอ้หลังตะคูเดียวแกเฮาท่านจะเต่าจังเนี่ยบ่ท่านจะปาจัง哎呦食啊咯是呢ฮัลโหลดูจะนบ่อันจะปุ่นหาติอ่ะได้เจมาเบคัมเบกุยมาจะได้เหรอแล้วไว้มาสิเบปันจีจะได้พอตองเงี้ยน่ะแล้วก็เต่าจังมาแล้วตัวกีจังเด้ปันจี就是กีจังแล้วเดี๋ยวกีจัง我好食啊，你กีจัง有影食嘅我食甲食雞胗嚇，係成都零零一好食咯。係咯，上加食你正粿，你攏在正粿哦。對，地下正粿那款，呀咩用上物件做啊㗎啦，最上款嘅數。你有鵝糖啊嘛，係啊人。轉鵝糖嚇，對，那款攞往下地下食，㗎啦咪成款食咯。แล้ววันตาลิส้มอีหลังมาสิเจียวจักกะช่วยเชียวกะ還有講啦 ，smile from east to west 安尼款啦，潮街未朋友安尼款啦，แล้ว蘇嘅褲就邊一個口咯，去食雞胗。你不贏過是不贏過哦，你？不啦，但你當時贏，當時輸啦。個陣不地呢？個陣不地。個陣不地有啲啊冇？個陣不地困嘢啊？有啲，我不得有，我聽人講我得有。不，我知特登不得有。你聽到是有不贏過不輸過哦？哇，我輸咗字啦，日本佬意思個地個口就是伊啊啦，個陣地個口。漢堡咯，大住做漢堡咯，日本佬伊嗰啲話好啊。一考咧都係陀妹嘅夾人啊，停一度考咧都停一度考係夾人嘅。漢堡咯，實要受謝。誒，講我聽學人咗考。
你叫好都聽過啦。一好你對念下念，使人去念咒啊！你看你，伊咪好我借書咧，舊年有書，今年有書，耶！你開始念啊你。邊好啊？啲手係麻聽咯。我講啦，知佢哋唔係好啊，照話啦，唔係好啊，而家手本哋好啊書。哇，好笑啊咯！你看啦，看運動嘛，運動好咪是贏咯，係但是贏是哪年都參加，今年贏，舊年也是贏。即係你都定年話都唔係乜年話對嘛？知啊，你今年就知道唔能夠管，乜那很牛啦，知啊，你就冇很牛嘅啦。大漢我睇牛，知是冇很牛嘅。我今年只知道了就。對唔對啊？咗咯。係咧，今年只刀都只有內錢咧，都六隻牛啦，咪即啊，唔得第四個輪到我個。我死！我做漢堡都贏龍贏咯。漢堡是贏。哇！哎，我一下咧，就見啲片扭出嚟哦，一有啲紙佢拉片係都嚼到最後。我做片嘛，鬆一片啊，鬆啦。人食爭一隻片。喲！真一個好嘅喎，特爭。當佢。哎呦，這樣呀！我看到你頂嘅嘢，咪可以，我就考個未停嘅。特爭不對，我看你小英裏邊食哦。是啦，你不看我嘢講過了啦。講過，肯定咱落。自己去巴沙馬啦未？等陣咱落了時，咱講下落了時，咱冚你 live show 咧時，咱講可能其實咩？可能幫咱小白嚟嘅啦。特別你幾年是啷幾年離開馬來西亞？我88年嗬。我個陣是87年嗬。哦，所以早我就細漢人啦，還是我12-13歲呢？冇可能都不多過本啦，巴沙馬蘭見啊，下個好平位嚇。肯定咱個講，你講嚟巴沙馬蘭，特禮拜嘛未漲。有啊，我是個食伊個豆漿，伊豆漿樣北上加即係針頭你看你嗬，40格你看你。對。好料咯佢哋。伊豆漿樣是係啲圓圓嘅豆嘅。圓圓豆好食。我第一個食就是白油姐巴掌。哇，好料咯佢哋。我麻包嚇，我麻真正夠包嘅啫喎。我定包醬係有方面個包人包得真係水嘅。我講聽，我麻一樣是做一樣是做愛本嚇，要包有豆你知道？伊豆包到啲南邊嘅，所以我是家己其實伊個只條平時巴掌，特別南邊嗰個豆嘅。好食本啊！拖豆大邊喎，拖豆。拖豆。拖豆啊！頂咯，好料。哦，你是講你甜嘅嚇？甜醬下喎，真係係你哦。我之前我聽見你包咁甜。包咁甜對，當見糖果吹了無了，當見。包咁甜嘅醬是潮州人嘅醬嘅嚇。是咩？唔知咧。是咩人我唔知。巴醬豆醬會吹彈啦，包咁甜真係糖果吹咧，當見冇咩人做了啊。哦，我聽到包咁甜醬，伊是白色嘅嘛，伊個口無係色嘅嘛。一個一種，因為係成個沙拖豆，伊參咗沙拖豆，冇一種。有碗你是廣府人嘅係唔知。好可能是廣府人。廣府人啦，福建人冇做這啲嘛，啦福建人做豆醬啦、雞醬啦。巴掌，你是福建人做嘅嘢嘛？啷聽到厝無白啦，就所以你哋去買下。我嘅媽店先係一樣有白，了都唔知，一樣都去店個叫海嘅嘢啊。後來擺好人工咧是啊，一行一粒啦，豆漿一粒巴掌一粒，安尼款啦，一行一粒咧叫海嘅嘢啊。什麼？海嘅嘢就是往，海嘅嘢就是往地見，就是 Gurney Drive 呢嘛。亂啦咪，亂啦咪。我啲 Windows Media Player 我愛落佢哋巴掌嘅歌嘛。It's okay。我講我爆巴掌嘅歌。等陣哦，這是講日本佬，講得死。Sorry 啊。講咯，你話唔擺好硬講咧是，掂落去。咁咪是為日行一粒咯。
袂堪掂受这粒啊，因伫子孙甲单调的食，讲对，毋是万子的只巴掌对吼。然后到时吹好了时嘛是看咯分，那啥讲好料的家己无绑啦，你买的啦，有内钱啦，有啥物的，迄个是买啦，出来家己绑的是半治疗的物件啦，半治迄个大肥肉那款啊，会食甲钱无解安尼啦。了绑好了是举一正常一粒安尼款啊，了往厝去跟你 drive 第一件了对，了。嗰啲 drive 邊邊等佢伊係經起來咧時啊，最起嘅時啊，你看搖落去咯，搖咧唔知樣都用手都拜拜，都唔知去念乜嘢嘅時，我未曉啦，你話媽嘅話媽樣我看樣做。I think 當然冇啊啦，嗬，當然咪條料，我都正常。唔能夠，佢攞經濟幫人哋掉10萬能夠。係啦，掉10萬。即俾幫開咪叫無來3萬，一條貴啊，好咯，嗰度掂10塊咯。我後媽打你去借下菇啊。係啦。唔能夠講就喺度驚咯。因為每路啷在迄個你把張嘅告訴我。就講阿咪 general 官嗬，為國啊是阿咪了個尾伊用地尾叫只濟人咧，伊用地尾來吹伊阿咪嘅事啊，唔知聽啥成日看到個過點只海為走無路咧，跳海水嘛，咁慢，叫爸比個成日你看你過樹啦，唔叫呀。喂，咩啊？跳阿媽講佢過樹成咩冇呀？冇呀呀！講唔對呀！阿 John，你睇到咩講樹啊？是我媽家己寫話家己講。唔是你媽講，你講嘅時間好似唔知你唔知咗，對唔知條拉呀！好笑啊！像個女人，講嚟氣笑。但是可能未聽人告訴我，人去聽舊年嘅那個雲淡講嘅告訴，唔通聽真係就不留意講。對我想借變笑人嘅話咧。哎呀，笑我做咁嘅女啊！你想借留意上告訴啊？冇肯叫咧，你想爹？啊，那對，啊，笑就不留意啊！老實講啊，老實講，咱拄到啦，老實講，咱拄到面對面啊，咱就是接名笑個死嘅。係啦，咱講唔得唔三唔四咪㗎，講下接名。會啊，可能會啊，因為我今日困嘅，我梗係掂，若無困嘅時啊，就4點先我講話，但是困咧我哋下面家己講話，我硬甲講。白露露不是想，白露露，你再告訴我白露露。屈原呐，让中国人讲是屈原呐。你看人叫屈原是，伊是一 general， 伊爱conquer嘛，爱 conquer， 爱起来反嘛，伊情绪嘛。了。所以伊安尼款，伊爱反呢，伊要安怎去pass a message， 互甲了人知影讲起来反呢，所以伊也这个 message 啊，写到一个字条位哈，签到巴掌位嘛。所以等于让摆迄个巴掌了，让逐人。也到一粒食，是開也是看到中有一個 message 嚇，這是 one version， 另外一 version 就是另外一 version 是一間唔知是跳海嘅跳江。啊，成個 version 都翻跳海嘅。有一個跳江嘅，有一跳江嘅自殺咧是伊樣是為咗要去吹伊嘅身軀嘅時候，吹伊嘅伊嘅一個 body 嘅時候，那是伊咪是掂嘅人巴掌落去，後來虎隻巴掌喺猛隻伊身軀，佢呢是聽人講，係啊，即係碰大海咪知唔知？碰大海伊到底即個別掉咪真亂？我知，你笑咩？message 是悶擊啦，唔是巴掌啦。悶擊嘅都幾。差唔多你屋企攞。咁你你屋企攞冇去㗎啦。這是少年嘅情緒啊！大家悶擊 confuse。我未講。你阿 John 唔知到底要幫巴掌好，還是幫悶擊好？聽個顯語。我跳到我到條件。阿 John 啊，巴掌啊有迄個女嘅，悶擊嘛有女嘅。你是幫
我都有啦，乱講嘅，叫做只就是講了。誒，胖大海啊，胖大海，你是怎麼聽掉聽白露露講嘅事？你是唔是喺度邊笑嘅單？我喺邊笑啊，我哋放咗未講嘛。就嘅，本講事。誒，你講即係阿玲講，阿玲就被講我沒看，沒看阿玲被在咱講巴掌嘅哦，哎呦死潮嘅你。嗱，你這邊講了講80萬啦，未巴掌。誒，白露，講個เป็น history 嘅睇啦，เป็น嘢啦，滿隻個巴掌。白露露啊！我嘅 experience 啊，巴掌是老阿姨啦，伊個買寫嚟嘛 ，because 99嘅時我嘛佢生活水氣，伊個要嚟。胖大海秒你買就 please。做工人，做安尼款 OK 咯，嘛做咯。所以我出來咧，家己 doctor 做工嘛，了陣時 doctor 去 vacation 伊閒咧，嘛過來我厝哦。weekend 嘅時啊，拜禮拜，講嘿。阿英姐啊，我要學爸爸講好啊，我加入白啦。哇，我真去 grocery 買個真濟料，把它對來。到這邊講誒哦。啊，到這邊啊，巴魯個白呢，舊年唔知舊年啊是準而家學了呢。我 FedEx 啊，今年。啊，我未曉白誒，以後我 recipe 教我按照炒迄個米，教我按照迄個效果落去，安那迄個物件就落去。然後我個買嚟曉買無，吹個就是個無，走過去 cashier 問人講，我愛買爸爸講嘅曉，到底就是我吹來吹幾件，吹個無去。是啊，我這邊有啊，我真有啊。有啊。有啊，我真當人店嘅有。啊，當人店賣，賣了我咪買轉來，把我一包春了，嗰一包張曉有啊。啊。呀，真爽咧，爸爸講，那邊真濟工咯。初嗰邊煎咩澳洲米，嗰邊洗嘢。咩澳洲米？所以澳洲米吧。澳洲米個妹啦。no， 澳洲米，白澳洲米，前面係澳油，澳油落去擦個哦。誒，我聽個白露露，你自己，但係你講自己，你猜是馬來西亞人，係咩人？中國人？伊是中國人啦，伊到 KL 買嚟這邊個 doctor 做保險嘛，即係 doctor 嗰時 pediatrician 伊到馬來西亞過來嘅，做好把路看到中學，然後伊老爸後邊嚟上陽去台灣讀冊，了來這邊了讀了做醫生了嘛，所以可以繼續工做囡仔2-3歲，把我過個10歲8歲了，所以伊特到正夠煮好啲醫生食熟個食伊物件。然後佢嚟教我做咯，所以我把佢會曉做了，會曉包。誒，你包咧較水，伊是啊，誒，哎呀對，一包水就是對了。講個穿啊，你說，掉又講，唔掉又講，亂講。哎呀，不多條呀，我被打。我包咧，一包是粒，一包成個功夫長安尼，但是講好嘅無咯，有通食嘛是啊。然後我嘛學咯，我會賣5格漸賣喎，我包甲唔知成個。咩5格？唔是4格啦。4格啥尖頭呢款啊，特別。阿妹慢慢學咯，我自己就去包個暗名啊。唔是尖頭啦，我咪4格啦，佢吹5格。係，我唔知幾格，總之教我係針針啊，係淡薄米落去啊，煎嘅料了，等陣個嘢淡薄米冚落去啊，安尼轉了伊會買加去，安尼迄個數彎隻按照白，我白了我特登夾落去殺嘅時，喂長夾撈落去水嘅位，伊未掉到迄個熟嘅位，因為伊嘅白個水，伊殺了嗬，唔知愛殺幾點鐘，我未記啊，8點鐘是幾點鐘，伊米嘅食嘛，殺了嗬，6點鐘。6點鐘下搞。伊水嘅，伊嘅規罐佢夾起來成1dozen 12粒，掉了啲迄個熟嘅位，喲，幾熟呢，看到。喂嘛，你那個白無水哦，一水你殺伊時，一水走入去啊，真正歹食，伊爛爛的，可能好食嘅。啊，即係舊白。誒，真正厲害功夫都要食慣啦，我係麻只個包，我係麻白嘅時候，伊長骨真正水嘅咋。伊形就只水嘅，伊跳掏出來、跳出來時啊，伊講得尖尖嘅啦。誒，我是攏想法幾格，一定有4個格，一底3尖，頂面1尖，對唔對？
一底三尖嘅，唔是四個尖嘅，意思唔是像個 pyramid 呢，特別一底是三尖啦，頂面一尖嘅巴掌，攏相反。對啦，四個角啦，四個角，對，嗱，這個碰大海就一底三角，頂面一角下對。嚇是啊，咱古早嘅時啊，我嘛無方法嘅時啊，我哋去外口去撬迄個酸芽粽嘅撬咧，夾沙包，去外口包個會曉包啊，好包個碎碎，我嘛個黃包對，我係記本。這些人只有啲度喺度跳嚟包。對，我聽到時啊，我基本我到底我厝後尾下面白粽咧是夾厝曉白啦，安尼壓伊做隻棍嘅呢，時候係拖係刷擠落去，一冚起來包起來夾熟白起來，拉菲白起來。啊！我笑個女。我嗰個好跳啦，本來伊做把粽嘅啊，我嘛無彈伊曉咯，未彈伊曉啊。一家把粽變做羅馬雞啊！你按照白按照雞啊，就是按照碗嚟啊。係得碗面用曉嚟白用咯。哦，日本咯，就好菜嘅食，日本話伊料相關呢。good idea。特別嗬，把粽是一嚟殺嘅，嗬，唔是一嚟吹。好啦。你個殺攏在殺喺水裏面係咩哦？平射。平射。叫咩係鹽係平射？做咩係平射咧？平射係一個橋呀？唔是平射係嗬，你做邊個未染粽曉？哦。人未捌粽嘅人嗬，較濟是係平射落去米那邊炒，但係平射食就無好嘛，所以往是係啲水那邊撒咧粽咧，米會無係。哦。平射食無對人無好呀？唔知我嘛講食啊無好誒。我每次聽人講，往時平時唔是啦，有人下到啲乜嘢蝦有啊，有食啊蝦較咖喱，是唔是平時？哦，這我唔知。攏知咩是平時有人？我甲你講啊，爸爸做料啊，想吹迄個糯米飯，想。特別我是個食巴掌，我等講，我食巴掌時，我是個我攏食巴掌個運那物件，我是個運咧碰醋誒，即個辣番椒醬。啊，我嘛是啊，我是個運迄甜甜番椒醬哈。啊對。啊，迄個好食，迄個運迄個好食。我無suka運醬，我食番食爾，就是有內面有夠料了嘛。我頂到對其實唔是 last time，唔是這幾個月時，是幾個月時先食嘛。頂到我較早一到對其實我嘛爸爸就食到掉值。甲爸，我真正驚食，你知哦。特別我掉值。你食幾粒？一日你食幾粒？一日啊，頂到少年時會啦，頂到我對起一日食2粒，我都要直死啊咯。我頂到是個隻咩？食條榴蓮咧，不到未好事啊，一隻直嘅可能，然後食條巴掌嘅時候，看未笑啊，看可。然後這裡。攏食粽裏面嗬，你第一件食，特別你吹到哇，掉成個煲啊！呢，好似我嚟講咧，就是啲麻油啦，麻油絕對是食我煲啊啦。你人別人咧，攏是個食是個食啲巴掌裏面第一煲嘅物件，對你嚟講是得一啲啊，得隻物件。我是個mushroom，我是個內煎。日本佬也是個內煎，然後白嚕嚕是個香菇。我不是個香菇嘅，因為特別嗬，我是個我買白嘅巴掌香菇呢，其他國家嘅巴掌我就搞唔食。你搞經驗。我買嘅巴掌嘅伊香菇有，你唔知伊煮過嘅時候，怎啊咧？嗬，伊整啊油 Q 啊，蓬蓬嫩嫩嘅咧。你無成個口成搭搭攝攝下呢？對。我買本是蓬蓬嘅，你知？唔知我買有幾去炒過喎，我買炒唔知我豆油係什麼炒過嘅，伊濕濕嘅。炒淡淡。係唔知係料啊，炒過喺油骨骨啊呢。特別冇香菇，往時你看，你俾咩掛嚟啲有嚟香菇係較笨機香菇薄薄嘅，你俾較貴香菇舊舊嘅就。你浸水咁樣是胖嘅啦。特別冇有啲香菇冇開香菇，你浸個胖大海，你估唔未胖嘅。我人日本講香菇特別參加藤是頭姜呢，看得參過嚟滾嘢一個塊女嘅有咋？哦。嚇，唔是係最很緊密別。
也冇咧塊，再幫一條姜嚟燙落去，咧長最前面一個塊女。哦，你是講咱等啦，講很大啦，還講大條歌。大啦嚇，你大對。誒，大條歌。用隻字條歌，啊咪咪見到愛斯個用條歌嘅。樣叫咩一本啊？啊，西達嘅。哦，是往正叫嘛是大嘅 mushroom 啦。啊哈。西達嘅呢？哦，西達嘅，這對日本啊有隻 fresh 啊是隻大本樣。攞蒸籠隻誒。攞蒸籠隻啦。你啊 fresh 嘅嗬，叫嚟煎天婦羅，也冇隻。哦，誒，這邊我忘記，我當時他買fresh 的是大嘅 mushroom。哎呦，我人計板子呢。好是啊。啊，上家抽 mushroom 呢款咯，大噸去俾個嚟攞個板子。哦，誒，我見食，你知我見食安怎？我見食你食煮學豆油呢咯。用 fresh 是用大。攞裝滿出噶，特別I think我煮學豆油我較就是個用大 ，because 大嘅大漢。一個胖。你大漢嘅菇本都是 fresh 嘅煮嘅米曉得。啊，因女散黏黏嘅，很大菇嗬。啊，對，你是俾食嘅喺你嘅去滾滾菇嘅嚇，成個煮我哋雞啊加學豆油嘅呢。啊哈。我真係要啊！我咪是要，我個巴掌。我該隨，我未啦啦。巴掌呀。嚇，碰大海未忘未？未啦，咱食迄個雞掌啊，咱是溫下面溫糖還是溫下面？溫鵝糖，鵝糖煮嘅鵝糖咧，鵝糖嘅醬。鵝糖係滾過nhau。哎呦，古早我記我幾見食，我見食迄種糖啊，我嘛教我啊，特別殺了醬我往回頭殺，咧殺醬嘅時候，就是伊就互我淡薄椰糖、鵝糖，然後芳草，我去慢慢裹迄個椰糖裹甲一結結，哇好料。啊，對，伊參加這種糖，個鵝糖啊，個椰糖。椰糖是個冧辣椒啦。我裹起我幾好料呢，個係椰漿。係笨蛋條，笨蛋條啊。啊，笨蛋係椰漿，哇，幾好料呢，裹起幾香呢。唔知攞隻鬼呢？有。你去紐約City 嘅時候，人講紐約 Chinatown 有賣嘅羊牙醬。呀，羊牙醬是安怎誒？羊牙醬啥個？伊隻會比。波鹹啲。係3包迄個蝦比，佢6包嘅。哦，我冇食過喎，我買羊羊醬冇食過。有賣，比較我聽我朋友講，伊養大啲迄邊紐約有間店嘛，你先。maybe 是迄個嚇羊羊嚇一間店咪做羊羊一間。伊就算若是講伊無包啥，只講四角嘅醬嚟講，伊會使包個啥個啲布魯有當向邊邊等等啊嘛。南泡有當啊。南泡攞粒。南泡有當啦。我講澳洲你知無？南泡有當。New Year 時啊。New Year 迄個 New Year 是 January the first 啊。我過完過來我厝嘛，所以我叫這間大波伊到啲 New Year 嗬做過 chef 嘅，迄時一路來休身去做，我講過來啦，我講我買下你做 free 啦，無我請你啦，直接你做 chef 開你890塊，我何你佢咩嚟教我？伊有影嚟教我，伊叫我迄個 leaf 啊，迄個勁條曉，OK 加6 inches by 6 inches，OK，and then 6寸，OK。And then 了，嘢你上面係擦個胖胖了，了葉米咧，就去吹成，迄個就米吹了嗬，個多攞關嘅，迄個山當都去係胖胖，搞啊，煸了 ，OK 煸了，食了，唔使I steam 40 minutes 上翻，咁嚟破咗迄個建造穴位對面破住眼先，了嘢你3包係米係落對面啊。滾咯，而家你見住佢滾起來啊！古早嘅人是用下面嚟白，用嗰啲梨梨啊，食個油叫我記過。我係嘛做嘅時，佢做個細粒邊啊，兩格個煮個水係迄個梨梨係落去攆起來，但是把路用 restaurant style 就係見啊，用下面用 stapler 嚟。stapler 要個見啦，我即吞過啊，我即個人乜吞過啊。係啦，我冇乜吞過。吞個不多的 X-ray 啊，放未出來啊，不多的 X-ray 啦，冇出啦嘛，唔制吞落去啦，唔制了嘛。有就不多聽，不多聽，去做 X-ray 啊，我在這裡，我這裡個機人冇聽，應該真是一句啦，呢個機，我這個機人冇聽，所以就是這個不多聽。
哦，四字淡薄啊，唔通啊，食你骨較好啊，你骨你食佢放出來，佢消化去。等陣講巴掌講個林柏有當去，然後白露露八隻露巴掌嘅時候，你會使 FedEx 寄過嚟好啊？我小弟嘛，真係講，我係小弟嘛，特啲 LA 講。哎呀，你辦了，將來那係都壓不位，講咱就臭氣啊！免你寄 FedEx 你係你 call back 啊？啊不，我去 Houston 嚟除路啊，你煮啊啫。哎呀，你來時你來多一個 weekend，係咪往嘛白白白咯？要我買啦，你個幾百嚟啊？哎，假如百啊，你百了，應該你百二百，喏。我啦，到見人冇咪白了，個一買個隻都看到嗬。誒，點話我正個人店喎？冇，你出名買巴掌嘅店啊？買比往出嚟白好了誒，買你愛趁。冇好係滿好啦，是講，嗰隻對。就在對啊。冇啦，散到佢邊呢個呢？福建個佢新街邊啊邊名出名買巴掌加買啲個紅豆沙啊。哦，未賺出名得貴啊！俾我賺點先係時嗬，我呢拜整人訂咁滿了，但是都其實我講我別少了，我哋啲位我都受借咧，個講嚟講，我出名好勁。誒，即平時賺嘅時候，有你個包個咩合咩保護啦、護持吧，賺嘅咧。係啦，好嘅啦，你冚啦，冇啦，係咪一隻啊？很少嚼咯，我是個隻你碰出很少嚼。真好正嗬，我等而家嚟換。就是咯，你試嘢講得假㗎了嘛？換。我都把張響，別使少少股嘅，對佢佢隻就冇係成行啊，係成都咧隻咧幾日咧嚟隻咧試啊，梗係成行嘅，冇好嘅冇隻。哦。先你搞嗰陣時機節嗰個價錢好隻啦，你幾少嘅攞晒嘢落嚟冇好咧，隻咧嚟漏晒人講冇事人啊。成行都都不多而家。特別你即白你講咪講嘅，我直接對講嘅杜蘭。你時講嘅幾串嘢。唔，我是講你巴掌，你別使小小股上圖本咧，你往時你小小股嘅時候，伊個喂馬樣是講用國劇話講叫做翻生去啦，伊比較變咗定去咗裏面。啊哈。你對啲 steam 都對馬人對菜都對啊，佢就過吹過，對，冇咩好食了本，少少，冇爽了，係啊，但是對臭水呢，但是一格格一邊變成臭水好腥啊，對 ，because 掉你 air 呀，掉你空氣嘅臭水，係啦，但是食了哎對水水嘅，安尼款啊，有幾呢？打了配出來，食一凍就好了。哦，阿咪直接叫我放豆嘅喎，豆嘅咪講又叫豆嘅嚟講啫。嚇，嗱直接講，但乜就即放大海佢咪講喎啊？放大海，但係佢賣啫。好啦，阿玲call 豆嘅叫你阿玲。OK，我等你幫豆嘅，等拍豆嘅你幾琴啊？等我叫豆嘅琴依嚟 live fit。真冇聽啊！要講對，要講你哋slang 哦，啊，冇咩有變悲福建話你，但是樣靚嘅假簽嘅樣福建話。誒，咪叫我翻譯下咯。係啦，我真冇聽啊！豆嘅，你豆嘅學嘅，豆嘅炒姜糊。豆嘅巴掌，豆嘅變多粒嘅啊！即個碰大海啊！但係你被講係咪嘅？但係你被講係咪？冇，但係我叫你 call 豆嘅，因為 anti forum 咪講廿股啊，叫你 call。哦，而且我 call 一個冇聽啊！好啊，豆嘅啊 ，hello，嚇你被講係咪巴掌告訴我，你變個人嚟？我是愛講海南巴掌。哦，你是海南人啊？唔是海南人，我是福建人。哦，我想你係海南人。唔是啦，我是福建人啦。OK，講係福建人，你講下海南嘅基本，我就會講海南嘅豆嘅，唔是海南嘅巴掌。我八隻個。講 sorry， 我買潮佬買潮。八隻貴啊！因為巴掌無相嘅咯，因為用建造曉嚟包。哦，用建造曉嚟包誒。我唔知乜食過哦，你嚟裏面包咩？入邊啊有嘅小巴，
安尼夜巴见面嘅背夜巴冇着晒佢咯，哇好撩嘅。係咪？哦，你是講伊拉面講。不留多對不？你叫我換嚟，頭嘅你定到是把參網講過哦，你把參網講過嘛？講咩等人玩啦嚇，即係定到是你講嘅跳舞咧簽仔，自己嘅簽嘅。嚇，你講嘅跳嘅簽對唔對？特別我問你是講伊拉麵包要白油係啊？白油冚下浸浸白咧啦。嚇，咪是香咯，辣子啦嚇。香白伊味素變咗嗰個味素咯。哦。但係你講即係講海南基本講台灣嘅巴掌本是有白色嘅，我哋覺得海南基本你到底 website 嘅你幫嘢呀？冇你 chat room 嚟講下是唔是？你海南巴掌成咗款嘅，唔知係你海南基本講下，意思海南人嘛？แล้ว豆嘅你講咩物件講巴掌嘅物件？แล้ว你suka食平庸時嘅巴掌，還是suka食係海南人嘅巴掌？平常時啊，我阿媽做唔好食，我我媽。哦，你阿媽做啊？你學？冇，卡拿手拿卡款盲學。卡手就卡啦。哇！你卡拍電話？你卡 SMS 哦？有人卡 SMS？大老狗呢？冇啦。你今日冇看過，即係你今日冇食過。未見，我 next time 我 friend 嚟不做啦嗬，我嘅嘢，我翕到上學都。對，你朋友係南人啦，樣做係南鎮嚇。哦，翕照攝影好啊，不過對去馬來西亞時我特別去 KL 啫嚇。冇問題。我問你啦，去格蘭，你去格蘭你去拜介紹嗬，你嘅朋友人聽本來學見啊，有你人有興趣，人冇興趣啦。有跟人講佢講call，然後有幫人聽，然後幫我 MP3 player 嚟俾人聽，然後有嘅聽到超架未得閒。特別一路要聽啦，一聽 at least 一半聽對啊。我有一個 friend in a Shalam。沙拉，伊是功夫人，然後伊咧到底未講咩名嘢咯？冇明白人講咩名嘢咯？特別福建人嘅講福建人嘅曉咯。咧福建人啊，有一本聽唔落，你聽唔落啦。特別你都唔看你參啦，是講你參到本地嘅朋友，你都靠近嘅曉啦。OK 啦，我是不是？哪聽哪曉啦嗬？那聽那曉，人家怪 boss 嘛，個人是不是那個佢咩名人家會記咯？你是聽未到時啊？你唔知往講咩骨頭時，往直接殺出來變靚嘅 style 嘅話時候，你都俾佢你講咩你每款，即係就咩意思啦？冇問題。啊，是叫每隻每阿玲咯，阿龍咯。冇來嘛，佢哋冇來哦。我問結果。因為唔知阿玲你俾講哦，阿玲你俾講哦。我未講阿玲會後邊講，你呢個後面咪講我鬥嘅，冇啦，唔關嘢，入哦。今時啊，你嚇，今時你係講隻海南夾，唔是海南巴掌。OK 啦 ，OK， 今時啊，拜。嚇，做咩日本留意？你名係尋擺in Australia 本計出名去啊！我嘛是去介紹我 sister in Australia 係聽你 podcast 咯，因為伊翁是阿嬤來嘛，所以我叫伊翁，你叫我 sister 來聽一下呢款啊。你 after that 伊翁嘛聽咧，我問我 brother 咯，講你 understand 咯，伊講伊無咩有聽，伊有要聽幾粒，但是有阿嬤話入去，講人講安尼款，伊講 but I like the most is John's laugh， 伊講joyly， he laugh so joyly， 伊講安尼款，伊講 make my whole day so bright， 伊講安尼款嘢。哦，感謝。你講唔要聽，唔要緊，你去聽下啲 John 安笑啊，梗係好聽啊，你笑。OK，你朋友還是你知啊？我係小妹。小妹啊，哦，你小妹，日本佬伊小妹啊，咁得 very 似啊。後來去
當今聽見 live 本啊，可能。哦，可能呀。Come the very sia, you like my love comes the very sia。咁笑呢，好就。我講聽，頂次笑一個人同我講，伊講我笑時候大聲亂掉亂啊，聽袂到啊，所以你話定點我那是會記時啦，我就笑嘅時候，我琴日閃咗我咪就即，我笑咧個到底係咪？我夾講笑到聲。我真阿張冇笑到冇漏咗嚟呢戲，有笑咧梗係漏咗啊，往隔離 hot 嘛。有那個往條 edit 個路往當今笑都成個路嚟寬。破計啊！我今日啲嚟個咧，肯定笑啊！破計佢講人笑一個等面，有講有笑，你冇幫助。笑個好仔嘅葉人講，仔嘅嚟葉咪講。係都是接仔，是接康落行啦。接康嘛幫配呢，表見嘅嘛。平常人笑人食聲嘛，你話人大單笑人大聲，當見到 OK 啊，大單。我定得你覺得日本嘛？日本就話就笑時邊，你 come tree。你假死人哋嗰度用超 come tree 嘅唔知人啊。sorry，我做到咩 edit？sorry， man edit 啦。sorry， 你幾 man edit 咧？誒，豬叫啊！白露露叫我咪 CDA 發我都未開，你睇叫我咪辦法啦，白露露梗未掉跌呢，唔知爛。咩嚟啲誒？咩啲咩咧？啲吹手零啊，定係佢吹被結的？我見那邊咧好近時係吹零零嘅，咪細分講嘅。啊，是咩？我唔要見啦。不要緊。你做爛軍事啊，可能冇法。做爛軍事啊，你講？做爛軍事。我係煩惱呢，我就夾緊呢這句啊。嗱，講我用一絲咧，我落去一啲都去夾個亂啊，咁嗬。你可能望天位吹起來，我梗係掂啊噶。不要緊嘅啦，有你夾嘅人成成夾嘅，冇夾嘅就係勤可啦。啊，勤可咯。上個我讀叫做幫嚟正日本可能20年，可能有個堂課呢，見過嘅話見個流喏，話呢個條標隨堂邊嘅學嘅嗱，喂，因為你借你。Hello，你看到先先。你可以報噶，好，叫可以報嘅你話依。誒，你我特擺落嘅時你就俾嚟 join 我啦。誒 ，anytime。我冇做緊，我影波啦 anytime。係咪嘅？家陣冇地講。做啲 secretary 啊，要 join 到一卡。冇你做一個 host。anything， 我當夾到好了，我第季節了誒。我那時冇影嘅時候，我幫佢錄落。嚇？哎呀，死個地我講個神拜 guess 冇真講話㗎。對，自己講個了。自己講自己聽呢。啊，日本佬依家露露有攞嚟。係啦，不要緊啊。日本佬依 versus 白露露。特別你未夾白露露打白露，你就得贏白露露啲對呢。伊個寫條，伊個冇我寫條，伊大條，伊 broadband 我是大噏呢嘛。哦，你大噏呢？我唔是 broadband 喎。你當緊大噏呢？อันนี้ได้บิง哦。啊，บิง啊？咁時啊，我家就冇去話大條。白露露點點對。白露露個百幾塊，哎呀，你個百幾塊唔要去買集先你 computer。啊，啲是你 computer 嘅問題啦，唔是你 internet 嘅問題啦，白露露。佢教你按沉響啫，沉響嚇，咁樣去買。佢接先嘅電腦。哦，伊佢叫我掙嘅歌賣啦，我冇啦，我賣燒掉，唔知你叫咩骨頭花啦哇。你 OK 啊，咁時啊，不聊啊，嗱，讓我希望讓今日節咧，讓隻個雙雙嚟今日節是個月節一頭，個月前講嘛，今日節知唔知？知。啊，然後讓去日本咧，就俾讓日本嚟睇吹巴掌隻啊，啊，就自己煮。自己煮啊！日本有賣即個，有賣，伊夾酸了誒。哦，冇好食啊，嗬。冇好食啊，夾酸啊，冇食。冇香啊，伊味個了。我正本是夾酸，我正本是成個用成 cold storage 呢啊，一擺起來 vacuum seal 呢，可能爆起來。冇好食係冇，我唔知我唔係買過 ，because。係咩？你買看冇好食，伊又賣出伊油啊，伊油冇夠呀，打個了樣啊，該配食嘛。你就算買即個韓椒醬來。睇伊味素咯。啊啦，你食咧，食番椒醬配巴掌啊。啊，係咯。唔知食巴掌配番椒醬，是食番椒醬配巴掌。誒，แล้ว個胖大海呢？胖大海。
啊，有啲啊，咩事？攞嗰邊就係老咗咯，就啲叫切過時，我攞後尾就尾做過大嚇。我第三部咖啡嘛，然後真濟人拍嘅嘛，所以真亂。哦，你是到底邊領啊？是嘅啊？我當然啲吉他，我對厝。哦，我聽到人講福建話係嘛？是啊，吉他阮是講福建話嘅了，正。吉他鼓咧，咪講你是？吉他甲邊領就像誒，就講正嘅福建話甲邊嘅福建話像誒。對，咱北方福建話。你如果係咪叫佢講啊？後尾一句嚇，你會記起來嚇，你燒起來嘅 recipe 燒好好啊，成個煲呢，不知我當時是煮我隻巴掌。會使。哦哈，咁時啊。對來是隻巴掌啊。對，那個北韓個，我知你隻舊煮你北韓物件，滷煮嘅時你嘛煮不使，煮我隻個杯杯。我嘛搞煮杜卡，哇嘅好料。你家己食杜卡，你我對厝食杜卡。好食尋晚飯。翕小影啦，翕小影啦，你特啲有小影機翕 digital picture 翕起來啦，你叫啊？我翕迄個上擺我搞馬機比賽迄個小影。哈，唔使放哦，到底放嘢放哦。會使，特別我對佢超花幾百年啊！唔要緊，你放好啊！我一出我放這個巴掌時候，咱就看到這個碰大海嘅馬比賽巴掌頭嘅比賽巴掌嘅時候，應該。OK， 感謝啊，碰大海。OK， 拜拜。OK， 感謝碰大海啦，做我哋特別嘅邊呢個感謝我哋即係白嚕嚕啲啲對咧，一個我攞姊妹日本留意嘅家長部隊感謝。拜拜，拜拜。一個感謝我哋現場嘅聽眾啦，13間聽個言，แล้วก็我本地買做 live 我見講我 computer crash ก็冇 crash 好個仔，แล้ว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啦，下個禮拜呢個禮再見啦，兩隻把咱們介紹這隻個調位佢哋幫手幫唔出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拜。